位觀眾大家好，烽火台又嚟啦！今日我陳志峰嚟到做主持。咁我哋今日嘅拍檔有左手邊嘅黃東哥，右手邊嘅阿方廉商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呢幾日咧喺嗰個嘅世界文物嘅拍賣界裏邊咧，就有好多熱門嘅新聞。咁當然啦，就係我哋中國啊，嚟自我哋中國嘅銅兔手同埋呢一個嘅銅鼠手咧，呢一個嘅拍賣事件咧就被炒得好熱。咁啊，據聞咧就喺拍賣前一天咧，有中國嘅律師團咧就提出呢一個嘅訴訟，就話咧應該要禁止呢個拍賣。咁啊，當然咧就唔成功啦，甚至係被評為就係一個叫做惡意訴訟，仲要好似話要罰款幾千歐元添。咁啊，跟住咧又有一個神秘嘅電話嚟到高價嚟到投得。咁啊，究竟個神秘電話係邊個打嘅咧？後來又出嚟喎，原來係有一個嘅我哋中國嘅福建商人叫做蔡明超嘅先生咧嚟到去用一個超過2億嘅人民幣咧嚟到投得呢一個。咁但係峰迴路轉喎，咁啊投咗之後咧更加咧就唔俾錢。唔俾錢，咁跟住咧有好多言論出嚟啦。東哥對於嗰啲嘅留言你點睇啊？仲有就係法國嗰邊咧話要罰款，佳士得嗰度話要罰佢款，係嘛？因為呢個變成咗一個係訴訟不斷嘅訴訟喺度。咁而家就係呢件事咧，其實就係反映咗第一方面就係我哋嘅國寶嘅流失嘅問題，究竟去到邊度咧？咁據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個統計嚟講，咁而家喺全世界47個國家200幾個博物館入邊咧，有中國文物164萬件，而另外咧包括埋民間收藏嘅文物咧，大概有1700幾萬件以上，呢個係值得非常之重視嘅問題。呢件事令我哋引起對於文物同國寶流失嗰個關注，呢個係正面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嚟講，係咪有一啲過火咗嘅行為？包括係法國嗰方面佢炒作到呢個價格個水位已經係嚴重脫離咗個實際個需求咧。另外一方面就係國內嘅呢個有啲民族主義嘅情緒係咪過於激烈咗咧？咁兩方面都可以互動咁樣嚟睇。咁因為根據以前嗰個價格，我以為1985年第一次嘅呢個獸首個拍賣嚟講，只不過係500美元咁上升到而家話1億4千萬。咁但係有咁嘅市場喎，有市，但係呢個市場好多時都係俾翻我哋，可能係我哋中國人自己炒高嘅喎。有時就係咪糖水滾糖魚咧？我覺得係咪？因為本來就無一物，而且佢嗰個價格咧，即係大家知道嗰個12生肖嗰個獸首嚟講，本身係一個坐像嚟嘅。咁而家佢經過英法聯軍入侵，係將佢斬首行動咁搬咗翻去博物館同埋拍賣行之後，佢其實嗰個價值已經係低咗，而且即係而家我哋睇上去100幾年歷史啦，咁而且就又冇咗半身啦，咁睇翻上去佢。跟住左睇右睇嗰個價值都係唔係值呢個？總之就係而家又話出2億，咁但係又冇錢俾。嗱，方頭先東哥都講到咧，好多文物就流失啦。咁但係文物流失係導致又拍賣啦嚇，咁搞咗今次呢一件嘅事件出嚟啦。咁你點樣睇咧？咁其實今次事件都覺得即係好奇怪咧。其實就當然文物嘅拍賣咧，有一啲就話如果你偷出嚟嘅或者係盜竊出嚟嘅咧，當然就有個條例，大家唔應該就話助長呢啲情況啦。咁第二個問題就呢一個咁嘅文物咧，其實就話個歷史價值咧大過現實嗰個藝術價值好明顯嘅。第三方面就話其實今次拍賣有咩因素令到今次咁炒作得咁犀利咧？咁好多人都會提為究竟係咪一個政治嘅因素滲咗入去，同埋一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同埋激烈嘅民族主義呢3方面嗰個情況擺咗落去咧？嗱，好簡單一樣嘢，呢啲咁嘅象啊，呢個頭咧，以前我哋阿新哥都買咗幾隻2隻翻嚟啦，係嘛？喺嗰陣時買嘅時候咧，只係700萬嘅啫，係6910萬港幣。2000年保利集團咧就係774.5萬港元。最初話500蚊美元嘅啫嘛，700幾萬、800幾萬，跟住到1000幾萬。係啦，2000年好啦，咁7年之後已經升到6000升到而家咧，就你一個嘅時候1億3600幾萬，其實就話個價值冇理由突然間飆升咁多噶嘛。咁一炒咗嚟咧，係咪人哋會背後睇第一樣嘢？喂，你係咪上中國？因為上一次法國總統咧就接見達賴。咁跟住奧運會嘅事件之後咧，咁大家好似喺中法個關係咧就好有問題啦，即係出現到即係近一期，以前就唔係噶，戴高樂時代甚至近期都好好，突然間變咗。好啦，呢件事裏邊咧就令到我今次拍賣呢樣嘢咧，
更加上我哋喺圓明園啊英法聯軍嗰陣時係攞走嘅，咁變成咧個民粹主義加上政治主義，即係政治嘅因素咧，就炒咗得咁犀利。咁炒得咁犀利嘅時候，其實第二方面就話今次嘅舉動啊，蔡明超嘅舉動啊，其實就話佢純粹話我話係一個愛國行為。咁其實就喺呢件事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就話係咪真係能夠就自圓其說？我拍賣咗之後，我唔俾錢。我係個愛國行為，我唔俾錢。如果咁樣呢，我哋係咪真係就可以平反咗英法聯軍入侵我哋中國，火燒圓明園搶走啲嘢嘅國恥呢？係咪可以平息咗？係咪平反咗呢？我完全覺得唔係嘅喎。我完全覺得，因為點解呢？我哋不斷係人係走去文明噶嘛，咁文明法制噶嘛。雖然法國佬咧就冇簽嗰個文化嗰個，冇錯，嗰個關於被盜或非法出口係啦，文物嘅國際公約，但係冇約束力㗎嘛，呢個冇約束力嘅。我中國簽咗，但係唔等於咧佢哋而家咧就用另外一方法，就我拍賣嘅時候，喺拍賣行本身，大家依照個國際公約、國際嘅誠信啊，冇錯，大家去做呢件咁嘅事。然之後跟住咧，我亦都對你中國呢個商人咧，以前廈門商人阿蔡明超咧，就有一個誠信，因為中國近期都崛起啦。喺好多買賣或者我哋買股票、買債券喺外國買其他嘅嘢嘅時候咧，都對中國人嗰個信任程度。好似喺今次事件裏邊咧，蔡明超咧就去投嘅時候咧係完全講信用嘅。我知道你，因為你以前係買嘅時候咧，都買咗好多嘅珍貴文物啊，好多成。咁嘅時候我信你，唔使你落訂，乜都唔使，就咁電話拍賣。好啦，你拍賣完咗之後，你而家係一個愛國行動，但係到將來，外國人點樣睇你中國人喺現時呢個咁嘅社會，即係呢個咁嘅法制社會、法制觀念嘅裏邊咧？點睇你中國人先？中國人你拍賣，喂大佬唔好啦，我點知你一個屈尾十蚊間又話我愛國行動啊，我唔俾錢啊咁點算咧？咁係咪就話我哋啲民粹主義咧，係咪滲入到有啲而家喺現代文明？即係話我哋不斷嘅文明，因為點解打仗咧你就冇文明可講噶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唔係打仗嘅時代啊嘛。喺唔打仗嘅時代，我應該係跟國際法去做嘢，國際嘅誠信度去做嘢啊嘛。冇錯嗱，我哋翻查歷史咧，其實當時嘅由呢一個嘅1840年鴉片戰爭以嚟咧，我哋中國咧都係一個國難嘅一個開始。咁的確，我哋會睇翻個歷史就係話。無論係英法好，定抑或後來嘅八國聯軍都好咧，對我哋中國嗰一個嘅即係個侵略咧，好明顯係一個可恥嘅行為。呢個我相信係即係大家全人類都可以接受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今一次如果呢個舉動係被譽為係一個愛國舉動，而且我哋會睇到嘅就係話喺網路上邊，即係中國人好多都會係賦予一個贊成嘅咁嘅一個嘅情況嘅時候，咁究竟我哋係咪用一個可恥嘅模式嚟到報呢個仇咧？反而我好支持咧，之前嗰個律師團咧去打官司，我係非常之係支持嘅，因為引起大家注意，係引起大家注意呢件事情啊嘛。咁呢個係好嘅開始，但係咧，我覺得個結尾咧，就我覺得係有少少遺憾。所以有人話咧，佢話蔡明超係有背景地去做呢件事嘅。咁當然我就即係冇呢個任何嘅證據，亦都唔係好認同呢個講法咯。但係之前嚟講，律師團嗰個做法咧，係用法制嘅方式去對抗翻嗰個法制。咁變咗嚟講係睇上去咧，法國人反而就係唔係依法去做呢件事。佢第一冇遵守呢個國際法，個國際公約第二嚟講咧，佢嗰個貝爾熱呢個本身呢個擁有呢個收藏家嚟講，本身佢所講嘅一啲言論嚟講，什麼要符合呢個人權啊，或者一個比達賴花